今仔继续来看的是这个郭文泰竞选办公室的主任，嘛是这届去讲南北合作的代表人之一周如修，竟然是民进党员，洪批评是政治劈腿，就是伫咧政党之间双脚打相存。伊早起来宣布，伊已经正式来退出到民进党。伊讲伊虽然离开民进党，但是无离开台湾。我已经正式向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提出这个退党的声明。歌办主任周如修即透早亲身出来说明，就是因为担任歌文泰竞办主任，也个伊的身份说是民进党的党员。感谢过去的老战友跟长官，我离开民进党，没有离开台湾。因为党员的身份引来批评，周如修强调家己从来无隐瞒过，之所以这边会红塞出来变做焦点，都是因为这件代志。柯文哲竞选办公室主任周瑜修主任代表民进党和校办做会讲南北合，互未少绿营支持者批评。不过其实周如修早就伫6年前就加入郭文泰的团队。2017年9月加入歌市府，一开始是市长式的机要，所以2020年7月开始担任社会局的局长，即卖是竞办主任，开始替郭文泰拍宣战。他现在在那边的工作，忠孝不能两全了。如果你要对那边要尽忠你的工作，你这边就有违我们政治伦理嘛，所以他就认为说他要退党。我目前没有民众党籍，我会很快的来考虑来加入民众党。那边会前会后，周如修的身份被放大检视，这回周如修一句退出民进党，化解多年的记录。不过那边到底有要合无，这个问题也是不解决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